来者何人啊？阿弥陀佛。岳掌门，别来无恙了。 我已经派人在山群中加入了苏骨散，只要那些人运用内力，便会全身酥软，任人宰割。咱们中计了。向日月神教俯首称臣吧，可免一死。 一会儿听我号令，一定要击杀岳不群。是。莹莹，莹莹，你怎么了？ 醒醒，莹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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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哥，谁把你打伤的？是岳不群。快，去救你师娘！你真敢大言不惭呐！等着受死吧！真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吗？原来你们没有中毒。哼！魔教这种雕虫小技，你真以为可以瞒得过岳某吗？唉，不过是多费些力气罢了。给我上！
上施主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少师不敢大意，日后跟同级高手的过招时，万一复发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怎么样？上，且慢。师傅，大师兄，师傅不准任何人进去，得罪了。师娘，师娘，前辈，师娘。找到珊儿了吗？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珊儿呢？珊儿去哪儿了？你说啊！小师妹被林平之杀死了。你胡说！他们新婚燕尔，岂有杀妻之理？林平之和劳多诺狼狈为奸，早就投靠嵩山派了。师娘，师娘，前辈。